Hello，大家好啦，又係我明天哥翻嚟講下啲日本嘅 N-Scale 最新預訂品資訊啦。今次講下啦 Tomix 同埋 Tommy 睇啦，2025年12月有啲乜嘢新產品預報啦喎。咁啊，同以往一樣啦，繼續影片之前記住訂閱我 YouTube 頻道同埋 follow 我嘅 Facebook page，仲有 Instagram 啦嘛。嗱，上回講到啦，咁啊Greenmax 同 Tomix 就不約而同就響12月11號星期四嘅中午12點公佈新一月嘅預訂品嘅嗱，咁啊 Greenmax 嗰邊咧，咁就啲產品就相對平淡，甚至可以用沉悶嚟形容。不過 Tomix 呢邊咧情況都唔係話好得太多嘅啫，咁就純粹靠兩套彩股同埋抽籌同埋特急仲有相關嘅機頭去衝撐場面。反而Tommy 嗰邊咧就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話4套全部都係翻兜嚟嘅。不過咧翻兜嘅對象咧全部都非常之精彩嘅。嗱，當中有一套咧就小弟非常之喜歡啊！呢個西武新101系嘅263編成嘅4卡 Set B 嘅，咁就Set A 就其實18年咁上下已經搞過製品化㗎啦。咁啊點解呢抽263編成咁犀利可以出2次咧？咁啊其實佢有個同其他編組有啲唔同嘅地方。一般嘅新101系咧。就4卡編咗的話就2動力2拖卡，即係2因2 T 嘅。但係呢抽263編成咧，4卡全部都有動力啊，4M 所謂嘅實心車嚟㗎。點解呢要整抽咁嘅實心車嚟做有咩用咧？莫非西武有啲路線係講緊有長命車，一定要靠佢上車？非也喎！自從西武自從佢旗下啲機頭退役之後咧，咁就得翻啲好一般嘅EMU 啦，咁就但係一到有新車落地要接收嘅時候咧，新車永遠都係得半截就唔可以自己行嘅。咁但係咧又冇其他機頭有啲大力啲嘅車去拖佢翻廠，咁點解咧？最後咧西武當其時就喺兩卡嘅新101系附屬編成嗰度咧，再塞多2個有動力中間卡落去，擴充變成4卡全動力嘅實心車，就係而家嘅263編成啦。咁平時呢抽263編成咧，日光日白就同其他4卡嘅新101係一樣咁啊，就喺啲支線區做載客服務嘅。得到有新車落地要接收嘅時候咧，咁就靠佢拉嗰啲新車翻廠嘅。通常咧而家西武買開都係10卡編咗的話咧，通常係5卡咁拖翻車廠嘅。咁就4卡全動力拖5卡冇動力嘅電車，其實應該綽綽有餘嘅。今次再生產其實嚴格嚟講都叫改版，因為其實呢抽263編成咧上次製品化完咗之後咧車頂就有做過改裝嘅。原本車頂有一格格嗰啲通風箱，咁就之後做過啲更新工程，全部鏟晒填平咗，個車頂就相對地平滑好多，就淨係得翻集電弓啦、冷氣機同埋天線呢3樣嘢嘅啫。就車頂改咗冇，Tomix 就梗係有個合理嘅理由幫佢改版再生產啦，係咪？咁就難得地即係雖然卡土有出過西武新101系，不過咧都仲係用緊80年代嘅舊模，仲係用緊台車鈎啊、碳刷摩啊、燈膽頭燈嗰啲，甚至路線牌都唔識着燈嗰啲傳統設計嚟嘅。就 Tomix 見到哇，你263編成咁特別，你卡土完全冇反應啊！咁我又出多次嘞噃。至於第2款翻兜咗改版再生產嘅就係呢個宇都宮輕軌HU380嘅第2編成啦。宇都宮輕軌23年8月通車之前一直都係日本鐵道界嘅熱門話題啦。始終日本鐵道都好多年冇全新嘅路線營辦㗎啦。8月通車嗰陣時 ，Tommy 都食住個勢，已經出過一次鐵道 collection 製品啦，甚至攞埋 Tomix 啲路軌控制器嗰啲組件 pack 咗個 starter pack 出嚟發售嘅。即係 Tommy 踢出 starter pack 其實都呢20年嚟都好似都相對地比較少有啊，即係可見大家對呢個型號
呢條路線嘅熱門程度去到邊啦嚇。咁啊，事隔咗2年幾，今日Tommy 且就翻兜呢套與刀弓輕軌，其實係真係咁好賣啊？定還是即係市場有呢個需求咧？嗱，輕軌我就唔係好熟嘅，但係呢款咁樣咁破格造型嘅路面電車咧，即係唔係個個都接受嘅。不過真係食可能正如先前話齋，幾廿年嚟冇全新路線喎，咁啊有機會即係買翻呢個模型翻去擺下玩下都好嘅。咁啊可能真係有咁嘅原因啦。咁啊就促成咗 Tommy 咁短時間內再一次翻兜啦。不過講開翻兜咧，以下呢款車個翻兜相隔嗰個時間咧，就應該係破紀錄咁長㗎啦。呢個羽前鐵道啦 MC6001 型 MC6101 型嘅 Set B 嘅，咁啊 Set A 咧就喺2008年製品化推出市場啦。Tommy 車官網都講明啊，事隔咗18年，我終於攞翻套嘢出嚟賣啦！哇，講完真係有啲嚇親啊！真係 Tommy 鐵道collection得20年歷史，你事隔18年想佢櫃桶底拆翻架嘢出嚟，咁啊嗱呢款車其實真係以當其時鐵道 collection 嚟講咧，製品化嘅車種嚟講，相對比較年輕嘅，即係前身係呢個愛知環狀鐵道嘅100型啦，咁啊就大概03年左右就轉移咗過嚟羽前鐵道呢邊，咁就做嗰啲改裝工程嘅，因為包括真係換過啲塗裝啊，啲換排障器啊，車頂嗰啲冷氣又執過嚟啊咁樣，同埋咧羽前鐵道係行緊600瓦直流電，相對以前即係我知雲南鐵道啊，甚至 JR 網絡用1500瓦直流電咧，咁啊架車嗰啲性能嗰啲都要零件嗰度都要再揸一執嘅，咁順帶一提，其實咧愛知環狀鐵道嘅100型咧個轉向架其實係101係啊冇錯，國鐵101係湯車嗰啲零件砌落去㗎，即係而家架嘢就行緊，即係講緊而家呢批車行緊都仲係用緊呢個101係嘅轉向架，哇真係誇張嘅。同埋啦，咁啊呢款車即係呢一套製品其實都有網民發現咗一樣都幾詭異嘅情況，就係08年嗰陣時呢兩卡車係賣緊1800 yen 嘅啫，咁但係咧你 Tommy 喺2026年賣嘅 Set B 咧係講緊7000幾 yen，差唔多係升咗即係售價係舊版嘅4倍啊！因為即係你18年嚟嗰個通脹咧有冇300% 咁多咧？我就唔係好相信啦。咁雖然啦始終呢批講到明係 Made in China 嘅製品咧，都係直接受到呢個日元同埋人民幣匯價嗰個影響，但係你嗰個售價爭成3倍咧，有少少誇張嘅。雖然你對翻港幣的話，其實你當然1800 yen 2000 yen，我當齊頭2000 yen 嗰陣時7算2000 yen 7算100蚊，今次7600 yen 5算，其實實際加幅唔係爭太遠嘅啫。剩低嗰套 Tommy 鐵道collection製品咧，個翻兜年期近少少啦，6年左右。呢個板界電車嘅501型啊，呢個通天閣彩繪嘅單卡嘅嗱，板界電車501咧，咁57年落地啦，咁就大概40年前啦，85年嘅時候就正式空調化，去到而家5架車依然活躍，咁即係相對佢前輩磨161型咧，呢幾架嘢得50-60年就相對後生嘅，應該仲有排玩咁除非呢個日本政府要強制啲路邊電車全面無障礙運輸咧，如果唔係咧，應該去到過多30-40年，好似佢個磨161前輩咁樣，關到90年都仲行到嘅，咁不過今次呢架彩繪就相對你話係彩繪，其實我覺得係兩個側面廣告嚟啫，因為頭尾都仲係用翻
之前橙色嘅所謂雲塗裝嘅樣子啦，咁啊純粹兩邊上嗰個通天閣嘅廣告嘅啫，咁啊就同埋同一時間其實有呢個通天閣嘅坐佢巴士嘅，咁啊就大家其實有興趣的話，可以一 set 兩架咁買晒翻去都得。嗱，至於Tomix 嗰邊打頭陣咧，有呢個著名 IP 嘅彩繪車，呢個能登鐵道 NT200型嘅 Pokemon with U Train 啊，係啊冇錯啊，咁啊Tomix 即係自從呢個奇哈100嘅比卡超啦，同埋三鹿鐵道嗰架單卡比卡超Pokemon 彩繪之後，第三套寵物小精靈嘅彩繪列車嘅，咁啊就嗱相對當其時出奇哈100嗰陣時，喺張 poster 仲特登用英文寫 This is for Japan only。今次咧就冇所謂嘅版權地域限制啊，連我平時上網睇開做海外生意嗰個日文網咧，國際版頁面都係 search 到呢架車俾大家落單，證明咧外國嘅客戶都可以直接訂呢個Pokemon 嘅彩繪嘅，咁啊呢個。講翻轉頭呢架 NT200咧，其實Tomix 我望翻個產品名單，佢除咗原裝拉花之外，第二套就係呢套比卡超嘅咯。但係咧，我絕對相信啦，咁啊 NT200出完呢個比卡超，我應該仲未去到回本嗰個水平嘅。咁啊事實上咧，呢隻 NT200出即係真車7架，其實除咗比卡超之外，都仲有兩個彩繪嘅。不過咧一套係嗰啲動畫彩繪啦，咁啊好似當年Bandai 有出過呢個動畫彩繪版嘅 NT200嘅 B Train， 咁另外一套咧就係嗰個永井豪紀念館，即係鐵甲萬能俠個作者嗰個紀念館嘅宣傳彩繪啦。咁啊除咗鐵甲萬能俠之外，都好多佢筆下著名嘅動畫角色嘅彩繪啦，就嗰架。反而又有啲令人期待啊！真係爭在幾時傾到個版權可以出到 N-Scale 製品嘅啫。不過講開呢套奇哈100啦，其實 Tomix 今個月個製品分名單都有呢套車嘅相關產品存在啊！呢個一次車復刻塗裝嘅特別巧合品啦，仲有二次車嘅單卡散賣嘅，咁啊嗱呢款奇哈100啦，嘛90年代初落地，咁就有分試作車、一次車同埋二次車3款唔同設計嘅。咁啊嗱頭先大家見嗰個 Pokemon with U 咧，其實兩間試作車嚟嘅，咁就當中啦有部分車卡其實今年年頭已經退咗啦，咁啊臨退役之前咧，咁就復刻翻90年代初落地個成個車頭黑掹掹嗰個樣嘅。不過就不過同埋啦，今次佢嗰個產品嗰個細節位有啲唔同啦，咁就嗰個車頭嘅 TN 扣咧，嗰個電連位又提升咗個外觀啦，咁就又接近翻真車啦。即係平時大家喺 Twitter 見到啲咩第三廠嗰啲 3D 編組件，所以咩內涵型電連嗰隻咧，就Tomix 就而家做埋俾你睇，唔使幫襯 3D 編添嘛。咁啊另外啦，咁當年出呢套比卡超嗰陣時，個頭燈咧係白色嘅。不過今次咧26年呢套咧Tomix終於記得幫佢轉翻做呢個電球式嘅頭燈啦嚇。咁另外呢個室內燈咧同之前一樣都係原廠包埋嘅，都即係其實本身奇哈100咧個室內燈本身都係個車體結構動力 unit 佢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就不過咧呢架嘢無論 M 車 T 車都係共用外籠嘅，所以咧着唔着燈其實嗰個分別都不大。咁其實 Tomix 今個月都仲有另一套彩繪嘅特別企劃品啦，呢個225係100番台啦，呢個琵琶湖紫色部嘅彩繪嘅。咁其實上個月已經劇透咗㗎啦。咁今次就正式公布啲詳細資料啦。咁就紫色部啦，就係咧日本著名著作得源氏物語嘅作者嘛，出生地在琵琶湖附近，所以就當你琵琶湖嗰邊嘅當地自治團體咁
搞啲推廣活動咧，就揾咗紫色布作為呢個彩繪嘅主題啦。除咗印咗佢個樣之外啦，咁啊另外有啲譬如客戶完善嗰啲當地特產啊嗰啲圖案上去嘅。咁啊雖然個圖案離遠睇好似花啲花碌咁樣，但係有人發現咗其實綠卡車都係印翻同一幅彩繪畫面，即係咧同一個圖案係印咗6次嘅。咁啊就今次除咗個彩繪之外咧，咁啊喺模具上其實 Tommix 都抌咗好多新嘢落去。咁啊嗱，包括車頭隻 TN 扣啦，咁就用咗最新嗰隻223係新快速嗰隻嗰個電連2段化 ready 嗰種嗰個新帽啦。咁啊另外車頂個避雷器咧，Tommix 今次又話我用咗227係 Yuna 啦起嗰個新帽嗰隻零件啊，咁啊我又擺埋落去啊，咁就變咗其實即係不論佢模具甚至彩印刷嗰方面，其實都見到 Tommix 都擺咗啲新嘢落去嘅。咁啊嗱，咁啊不過以我覺得啦，咁啊你車鈎避雷器啲新零件咧就唔會淨係擺喺個特別購物品嗰度一次咁少嘅。我相信嚟緊 Tommix 如果225係因為翻台會搞製品化的話，同樣會有呢一堆產物出現㗎啦。咁分分鐘可能先前出嗰套 A-Series 嗰套又分分鐘換呢啲零件又再出多次改版㗎啦嚇。至於頭先有講啦，咁今次 Tommix 除咗彩繪之外，另外一個重點就係某套枕台列車啦，就係呢套啦東日本嘅24係 AKEMONO 啦09年版嘅編組同埋相關嘅機頭嘅。咁今次呢架 AKEMONO 咧咁就本身佢來往上野地青森嘅，咁開辦嗰陣時就都係本身係行東北本線嘅，後尾因為起新幹線啊、迷你新幹線嗰時咁就調過幾次路線啦，咁最後就經呢個新潟地區即係日本海原線咁樣上去嘅。咁今次製品化咧就重點係其中嗰架電原車就係即係因為翻台即係個面係平頭嗰隻嘅金帶機關更新車版本啦，即係講緊入邊發電機可能換咗嘢咁嗰種啦。咁另外佢其中一個嗰架A 寢台嗰架單卡咧，就係14係嘅 A 寢台改裝嘅。咁啲車窗排列啊，啲間隔嗰啲咧，同其他24係本身啲 A 寢台有少少唔同。咁Tommix 就另外整咗個帽俾佢。咁就同埋咧，今次除咗基本 set 之外，另外就攝啲中間啲單卡俾佢嘅。不過咧就佢個編成圖就比較有趣，因為雖然佢講到啦，今次個電源車同埋個 A 寢台係指定編號指定版本，所以理論上咧嗰個編組就應該固定咗嘅。但係望翻 Tommix 個編成圖咧，佢所謂清新嘅24 AKEMONO編成咧有2個版本嘅，有呢個中間車係白帶嘅編成啦，又或者係全抽都係後期更新咗金帶版本嘅編成都有嘅。咁就理論上啦，咁你買套 AKEMONO set 再加2架單卡先至係正常AKEMONO 運用嘅全編組嘅。咁就今次佢出呢個白帶同金帶嘅24散卡，就預你哋揀翻深水嘅版本，攝翻落去個編組先至叫全編成嘅嚇。除咗套客車 set 之外，咁頭先有講過啦，咁同 AKEMONO 相關嘅機頭，今次都有搞製品化嘅。咁有2個唔同型號啦。咁講咗其中一款先，呢個 EF64 嘅5次車同埋茶色嘅37號機同時搞製品化嘅。咁EF64不論係5次車嗰幾部，甚至係茶色嘅37號機咧，本身係隸屬高崎嗰邊嘅。咁但係咧
應該正常同 Akebono 就冇乜關係。不過咧，08至09年嗰段期間咧，就借調咗去長江嗰邊嘅，唔係長江嘅機構咧係有需要拉 Akebono 嘅，所以今次製品化咧就拉埋佢落水啦。不過咧Tomic 嘅 EF64 5次車睇先啊，對上嗰次搞製品化咧15年啦，嗰陣時都仲未有什麼咩 M13摩打啊，車頭架鈎嗰啲組件，嗰個年代完全未有嘅。咁事隔咗10年啦，今次改版再生產，好明顯就會將頭先我講嗰堆嘢塞翻落去啦。不過講個題外話，其實咧37號機咧，其實2020年嗰陣時係出過製品嘅，不過嗰陣時係講緊19年真車19年轉翻做國鐵式嗰個版本啦，同今次 Akebono 呢個時間線係完全唔重疊嘅，所以你可以當另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咁睇啦嚇。嗱，另外嗰款機頭咧就屬於青森機關區嗰邊嘅呢個EF81嘅雙頭連結器版本啦，喂，雙頭嘅81，咪即係我手上呢個7173咯，但係咧。我上網睇過啦，7173嗰個製品化係講緊2022年打後車身改咗拆咗某啲部分零件之後嗰個樣嚟嘅。咁但係咧，今次 Akebono 呢套產品咧係講緊2009年時代編組，所以呢個版本咧7173嘅 EF81咧唔係好關我事嘅。拜拜。咁究竟車身上有啲乜嘢同09年個版本有啲唔同咧？因為其實今次26年呢套咧就講緊嗰個車門側邊咧嗰個所謂嘅電氣暖房顯示燈嗰刻突出嚟嗰嚿嘢咧，就09年嗰時仲存在嘅，去到即係2020年打後先至慢慢拆除嘅啫，所以就今次26年呢部新版嘅 EF 雙頭81咧。就純粹係車門側邊仲突咗出嚟嗰粒電氣暖房指示燈嗰啀嘢嘅啫。咁其餘嗰啲spec 咧同頭先嘅7173差唔多啊，都係電球式 LED 啊 M13 摩打啊，雙頭連結器，頂盡隻連結器就轉咗新設計嘅啫。咁就唔係先前傳統隻 JG70啦嚇。其他嘢應該冇乜分別㗎啦。如果大家想玩翻上個月 last run 嗰套呢個度EL 載客編組的話咧，唔好意思啦，今次呢架係唔關你事嘅。想玩的話，追翻架7173啦。嗱，相對幾個月之前，甚至講緊早1-2年啲份量咧，今個月poster 嗰啲內容就相對好似少咗啲嘅，就介紹都好似好快就講完咁樣，就因為始終你撇除㗎機頭嗰啲客車嗰啲，即係得兩套彩繪同架其他仔。叫做有啲嘢講下咋 ，Tommy 全部翻兜嚟添，唉，即係希望啦嚇過埋個聖誕新年假，睇下出年啦2026年新一年會唔會有新景象、新希望啦嚇。有乜嘢講到呢度啦，依家都係爭 Michael Ace 未表態嘅啫，有乜嘢等佢做完功課先慢慢講啦，係咁先啦，拜拜。